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你今摆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冬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台语的广播节目《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咱的好朋友，我是喜乐，能够在空中三甲来斗阵。你彩色人生的单元，喜乐要甲咱做伙来讲一个见证，互咱听吼，咱做伙来分享。有一回到这个嘉义吼，阿里山乡来协助这个教会的工课吼。拄到一位这个汤弟兄我看伊吼，身材真好，体格也袂歹，粗勇吼。太太吼，却是咱平地人啦吼。我感觉讲，这真难能可贵吼。虽然无同款的这个族群吼，却会当安尼，毋是讲因安尼原住民来嫁娶原住民吼。我就甲伊问吼，恁是婚姻是对来？伊讲就台北熟悉啦吼。哇原来吼，安尼伫嫁娶以后吼，主要所恩典这年啊真大啦吼。我想讲吼，这站来见证吼，咱听众朋友大家来知影讲彩色人生真正是有主耶稣同在吼。若无吼，无主耶稣看顾，无主耶稣的怜悯吼，真正生命就无色彩啦，彩色就变乌白啦，可怜啦吼。这个堂兄弟吼伊咧磨玉吼，难能可贵啦吼，这是高档的收入吼。伊就安尼讲吼，伊讲这过去吼，安尼真正歹路行去啦吼。虽然有信耶稣，但细汉的代志信耶稣这个神是爸爸的神，是阿公的神，对伊来讲吼，早就出外吼，嘛欠少关怀，甲参加聚会，圣经的真理吼嘛无捌偌济啦。但是这狐群狗党朋友弟兄吼就交陪即摆人有钱了，就变空变顺呢吼，就奇奇怪怪这朋友就讲吼，小汤你的一份我拢甲你保留随时欢迎你加入啦。到底是啥物代志？这听这个汤弟兄咧讲吼，伊较早吼是迄个运动的迄个签跋筊的吼，运动签图，迄毋是地下化尔呢。当然政府会抄嘛吼，迄早就电脑化啦。资金吼，缴钱吼，甲赌盘吼，拢搁较大啦。迄输赢已经无重要重要就是因知影安怎操作抄底近眼前的利所以抄短路近眼利，无咧看你效果的啦反正你输打上好啦，足侪迄落安尼青梅掠做讲去签落就会赢。其实咱知影，既然是跋筊九半十输啦，输的较济啦，赢的较少啦。暂时这个小汤伊就安尼月入斗金啦收入就足悬的。你讲跋筊这个钱也免流汗，也免流汗跋筊伊有方法，伊会当安尼得到真济收入济其实支出嘛足济，超花宴乐啦安尼挥霍无度啦甚至借酒骂醉啦就人就袂堪真安尼好过日子，你知无所以左拥右抱啦，拜金女郎啦，无真正的感情啦，甚至有的人就弃家庭而不顾这真正是特有的这个族群大家拢去斗做伙这敢过好日子敢会通见光，拢爱秘伫黑暗的所在啦
哦，因就是要看啥，有机会就来趁，有机会就来用金钱来引诱啦，互相三小招啦你看太袂互人安尼来心来向向来叮当呢？这小汤自从离开迄个最中之路放纵的生活过去这兄弟这个哥们其实拢无放弃啦，伊再要来甲招啦，毋则会讲小汤你一分我拢甲你保留随时欢迎你倒转来安尼企图要来影响伊安尼离开这个善，佮继续倒转去行迄个罪恶的路的这决心啦。咧行回头路，小汤伊知影久长伫迄个时间内底，伫迄个生活内底痛苦啦，知影是罪要改佮改袂起来，知影是罪偏偏咧去行真正人生足有苦呢。孔子讲毋是安尼讲吗？知善不能行，知罪不能改，是我心的优也。这真正人真正就是安尼啦。你知影好善良行袂出来，知影歹影响家庭的，影响咱的良心的，你偏偏去行。迄罪性就是对亚当犯罪以后带来，所以人有两条罪，一条就是原始，叫做原罪，对亚当咱的始祖来，人拢有罪，因为人会死，证明咱有罪。第二条就是本罪，因为迄罪影响你甲看毋免教人细汉就骄傲，毋免教人细汉就贪心。所以这小汤伊的爸母，我毋相信讲教伊就爱安尼，迄个不劳而获的贪心去互别人受损，家己得利益的这种生活，这种头路。我看无迄个时代安尼做啦这第一摆伊会当安尼动过，第二摆伊看到两个人开到两台变速的来要叫小汤搁再下海呢，搁再下面走阵呢。即摆就该讲你点头一个，伊点头一个两台就一台留互你来夹卡用。你这个安家费随时你毋免来领，就甲你汇入你的户头。小汤迄阵听一个心肝亲像万虫伫咧窜动呢。人生苦短啦，自从对北部转来南部了因太太安尼来讲啦咱莫过迄个生活好无？小汤啊，我含你做伙劳苦，我含你做伙努力，就算吃苦嘛不要紧啦，就是即句话啦。就是即句话真正金不换真正比金钱较价值。小汤听太太的话因为伊心内我有良善因为细汉就洗礼嘛细汉就耶稣基督内底，只是讲大汉了，高中毕业了去台北打拼奋斗去学磨业啦对迄个师做起打杂啦临时工啦，啥物拢做啦所以就因缘的聚会拄到一个迄个珠宝磨矿石切割的这个专业的师傅啦。伊就看一个原住民单纯啦刻苦耐劳啦佫卖土鸡摸狗啦卖摸鱼啦，所以这师傅就足欢喜拢甲教无留长无留波就甲教。所以小汤伊就是有这个原住民的特色互师傅甲看到，所以就甲带咧身边安尼学师安尼但是这磨业当然是叫做足特殊的技艺嘛，足特殊的工课。咱知影自古以早安尼讲讲这个高开要欠困难啦由奢入俭难啦。若对欠的人要高开是一时着尔啦，讲起来欠钱较难啦，开钱较紧啦所以高收入的生活随着这个高收入的这个高的这个支出同款你收偌济，若袂晓收，你开佫较济啦。因为实验的工作这个技术加上这个伊投入态度认真这头家相处人际互动朋友伫遐嘛哪来哪济师傅嘛安尼就讲你赶紧来出师独当一面，但是伊的交配嘛愈来愈复杂虽然就洗礼虽然就有信主所以会使讲从耶稣的这个教示早就抛弃九霄云外啦。伊安尼讲伊毋捌犯罪啦，伊毋敢去乌白来啦，去得罪神啦。但是小过不断啦，小过不断，虽然大过不犯啦所以亏欠就惊吓，都毋敢去教会啦。无台北教会真正所教足济嘛，各县市拢有嘛，各地点拢有嘛，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得到教会啦。但是呢，伊对一个安尼默默无闻的这个小卒越混越大，愈来愈大尾，趁钱愈来愈济。毋则讲伊会当甲人无共款娶着这个伫台北娶这平地的太太。讲起来神保守这个太太嘛，毋是迄个安尼空开高开爱开啦迄个虚华啦，毋是啦。既然结婚
伊嘛过迄个小康平顺的家庭吼。这小汤吼，虽然啊圣经看无济，因为都无啥咧聚会嘛，吼寥寥无几啦吼。但是啊，伫圣灵的这个感动甲催逼的下面吼，因太太吼背过这个生活，拢伫筊内底，拢伫钵内底，拢伫这种赌盘内底。这无神的太太吼，伫关键的时阵吼，怎啊脱口而出讲吼，咱真正要安尼过吗？马太福音16章26节，圣经甲咱讲吼，人若趁着全世界，赔就家己的性命，有啥物益处呢？人有啥物会当来换性命呢？咱摕啥物来换性命呢？应该就跟随耶稣，成做蒙主所喜悦的基督徒有这个入世的生活，会通来谨慎言语，为主发光，成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虽然这毋是咱个人的首选啦吼，但是主爱神啊，咱耶稣基督的怜悯吼，早就吼，互因爸爸阿公啦这个长辈吼，都已经来相信啦，所以是这个伫教会出世的吼，有信仰的家庭，所以无伫其他的教会嘛，无去拜拜吼。当然，伊带这个某了吼，某是这个传统信仰嘛，袂因为安尼去拜拜。偶尔还是会祷告啦，还是祈祷靠耶稣的，无感觉奇怪，这个人哪是安尼吼？但这是伊的翁呢。但是吼伊去互迄个骨吼，甲围条咧啦，固定的啦，所以去互骨围条咧，就满途漂流吼。甚至来逾越吼，本来应当神安排真舒爽的这个环境啦吼。人会当自由选择靠主来离开罪恶。主要说甲咱保守但是若无离开罪恶吼，伫罪内底你甲看到受苦、受害、受难啦，这在所难免。因为人伫犯罪以后，咱的始祖阿当伫犯罪以后，人的劣根性就是安尼败坏、软弱所以真正愿意行的善，知影的善行袂出来，无爱行的恶，偏一再去沉沦这是足悲哀啦所以听众朋友，咱若有这款的情形主耶稣早就甲咱应许，要甲咱看顾，要甲咱拯救。讲既然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伊拢要拯救咱到底这位神是10分可信、10分可佩服的所以这个小汤伊的这生活才变做满肚甲这个唔好代志甲剁掉啦人若是这个贵为万物之灵长其实咱所做免负责任吗？一直感觉唔好，一直不堪入目，违背良心，离善行恶，安尼敢好吗？所以其实小汤心内我定定真像海涌安尼冰来冰去圣经讲急速发财的人唔那家庭破碎啦，有时还会犯呢，因为你要第一时间就要发财嘛，你一定要踏伫别人的脚脚，还是踏伫迄不法的地步内底换来暂时的快乐。其实咱有加甲共款去互人去关咧甚至破病咯所以伊唔敢无回想伊太太所讲的警告甲劝勉。小汤咱真正要安尼过吗？这句话伫伊心内一直咧回转啦，所以小汤最后选择离开就好啦。离开无这兄弟无这阿萨不如安尼来甲影响伊想要满足太太的需求，讲就过安定的生活就好。夫妻同心赢过千金大银呐，所以这太太的帮助实在讲小汤是赚到甲人共享所爱爱强颜欢笑，安尼有啥物宝贵呢？爱当这宝物这好的物件，你感觉好的物件会通挽回破碎的家庭吗？夫妻无和还是讲你出啥物问题？毋是干那夫妻的问题尔呢？佫有做这个儿女的问题，夫妻就造成问题儿女嘛，社会嘛问题就造成问题社会咱有责任的呢。所以小汤的选定伊就安尼全家搬转来咱中南部
开始做这个饮料的这个生意啦。但是咱讲隔行如隔山，伊较早咧磨业啊，较早伊生活是安尼千金大银一赚都偌济钱咧输赢，即马一杯几十箍，他做会落。所以看别人做生意人已经徛久啊人戏白卡徛久的人人已经徛久啊所以一派轻松做生意但是实际毋是安尼啦，真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人讲生意囝歹生就是安尼你我都察言观色无？你我都甲人安尼真好的互动无？有足侪人来甲你捧场无？有足侪人来甲你交关无？这是真实的人生啦所以亲像伊较早坐伫工作桌顶头，专一单一就磨业安尼倒磨出来就足侪钱内底这个交易的时阵到底是安怎都无关伊的代志所以做生意卖饮料甲磨业当然差真济咯。对当以后无搁再顺遂啦几若变我想讲来联络遐较早遐兄弟遐阿哥若联络落就去了我伊嘛想呢，足大的引诱呢。若点头讲好，人钱就甲你传咧，安家会就入面搁一台进口车互你驶。太太一再安尼好言相劝啦咱无爱去过迄个生活不要紧，无一定爱足有钱，但是我家己做伙拍拼夫妻做伙囡仔顾安尼上好啊。感谢主，就是即个上低调的时阵安尼才会当问起讲要倒转来教会，要倒转来信耶稣，祈祷耶稣，求耶稣甲伊改变。浪子回头金不还圣经讲在伫青梧啦，人来当青梧，就离生畜足远啦。生畜嘛是卖青梧，所以狗食伊吐出来的物件猪已经洗干净的伊搁倒转去练家己的垃圾的所在迄叫做狗改不了吃屎啦猪猪垃圾的所在伊嘛搁倒转去练，虽然拢干净所以伊会当青梧。讲起来太太功劳也真大虽然太太嘛毋是讲安尼足情愿过歹日子，但是伊搁较惊伊的翁婿小汤行回头路，所以这做太太就决心放弃伊原来的信仰，甲小汤做伙来真耶稣教会，做伙参加聚会嘛无道单纯祈祷会当得到圣灵，读圣经有神的话就得到力量，因为约翰福音5章39节讲，咱查考圣经，咱看圣经、读圣经，因为内底有永生，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就这本圣经啦。主爱主拢是伫人上忧苦、伤心的走投无路的时阵，将这个得救的恩典门大开啦。真正这汤太太无道无偌久，就得到圣灵呢。哇，咱足侪兄弟姊妹，足侪听众朋友，咱会通知其实来真耶稣教会，你得到圣灵以后，就通知，咱是守安息日的拜六的啦。咱甲一般的教会守主日是无共的啦。咱毋是点水的啦，点水的无准算啦，点水就会通信耶稣，就称耶稣做主做神吗？无啦，爱照圣经爱有圣灵来见证伫大水溪流内底海专心落水头低下点头头向下。安尼专心落水，甲主同死同埋葬对水灵起来，才当复活才能得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啦。所以汤太太是第一时间汤弟兄倒来教会无多听祈祷，结果得到圣灵啦。好康就一直来安尼，好消息一直来安尼。当时国立大学拄咧招考一名舍监啦咧管学生管这迄个住宿的学生这个课照政府规定要留予原住民啦。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呢，敢是一般人讲要摕就摕到这头路，所以太太就甲小汤讲咱来考试考看卖啦你做准备啦，祈祷啦因为主耶稣会帮助咱啦。你若假设得到这个头路哇，咱讲起来就稳定慢慢去烦恼趁济趁少，食济食少稳定，会当服侍主，会当聚会，安就好啦。所以小汤真正不出所料这就祈祷，伊去考试的时候是8取呢，毋是录取呢，是8取的呢。叫可能有人无去，你知无无偌久就叫通知去面试啦，去上班啦，那拢照着剧本咧行共款。当然，这中间太太拢陪伊参与其中，佮得到圣灵，两个人欢喜甲呢。正式摕到这个国立大学工作了后，就足稳定的啦真正是众人梦寐以求的。
安尼开始啊，一份即个安定的即个头路工作会当互伊稳定的即个收入都毋免过较早安尼挥金如土的生活啦。虽然开真济摕真济，但是你开出去用出去嘛，心肝做袂平静的其实啊，即个稳定甲安定互伊安尼带来会当聚会，会当服侍太太尾洗礼信主，做伙两个人足踏实的足喜乐的伫教会内底看到囡仔大汉服侍主清扫即个做工传福音。所以小汤回想过去多金的日子过的日子哪像迄个上街之犬呢？毋知道歹人来无，毋知道要抢人来无，毋知道要寻仇来无甚至迄顿迄个损友这兄弟讲起来多数拢是迄个家庭无幸福的啦，离婚的啦，无就变故啦将规尾毋是两手空空，哪有对一个偌好？当人失去亲情嘛无了爱情的时阵，你的朋友伫倒位？佫较免讲友情无亲情、无爱情、无友情那活了有啥物意义呢？所以天顶神疼咱，将伊的爱赏赐予咱唯有来修道理，倒转来神的家，守住性命，毋好损害，毋好伤害性命嘛袂使用金钱来兑换，这才是人生的正道。感谢天父真神，彩色人生喜乐就甲咱来分享这段见证到这。希望讲咱所有听众朋友会当甲小汤共款会当早早觉悟离开迄个罪恶之道进入神耶稣基督替咱留这条得救的道路来到主的面前，来查考圣经，来祈祷主要甲咱同在，要垂听咱的祈祷。咱节目的最后喜乐要带来咱大家做伙来祈祷感谢，请咱额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天父阮再一次感谢学到你的圣名，因为你的保护带领，甲你圣灵的感动，互阮活伫这个世间，或者迷失家己，或者失落了阮应当有的本分，却会当伫圣灵的感动、主的带领内底来回头。这浪子回头是难能可贵，也是极其宝贵的代志。感谢主互阮听到这个小汤，因着太太的见证甲勉励会当得到太太的信仰，嘛得到太太的关怀，更加重要就是得到主耶稣的怜悯，所以伊会当倒转来南部，无过再过去北部迄种超花宴乐挥金如土的迄种日子。虽然看起来较无遐钱水遐亮咯但是伊却会当满足却会当靠主喜乐，这是阮所祈祷祈求的。愿这个感谢达到主的面前，嘛愿主耶稣会当垂听阮的祈祷，保护应许看顾你讲今日到你面前的人，你真正要进入阮的心肝，甲阮引带，甲阮陪伴，甚至甲阮催促伫头前、伫边伫后壁。感谢主垂听阮的祈祷，愿荣耀颂赞归主耶稣的圣名，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厝边隔壁节目就要来这来完成结束咯。这毋望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咱有感动，咱愿意来查考道理，欢迎咱到咱本基地，也是咱外出的时阵一定都爱去真耶稣教会哦。真耶稣教会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者基督，神甲咱同在，咱会通无同款的这种体会。我想圣灵引带，要互咱得到心灵的这个更较大的这个收获。听了有啥物好的感动甲心声欢迎甲阮联络哦咱来分享互其他需要的人，咱的节目会当更较公平听的人更较济造就会更较大希望拢要做咱的好朋友哦，因为耶稣基督伫咱心中。愿主来带领，互咱的节目会通伫这个改变更新的时阵更较侪人来收听，听了会更较感动又更较造就。愿主甲咱祝福，大家平安。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身边，永远保护你。
阮的朋友，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滋味，就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耶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